看这湖，好看吗？山色入湖，云似净霜，实为人间第一景色。现在不算好看，有鱼才好看。哎，鱼食呢？哎，你看，鱼。恰似金鳞碎清空，比方才更胜一筹。这还不算极致，湖心才壮观。就这儿吧。干嘛？把鱼食撒下去。别那么小气。这才是最佳景色。林探花不看一眼？探花是来自河东林家吧？是。刺杀的事儿，我是信了你了，但就怕人言可畏。林家总得做点什么，让北凉放心才是。林探花。世子好大的胃口啊！哟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千变万化，我还是我。所以你一直在演戏。若非如此，世子怎会放心？世子若不放心，又怎会有如今单独相对的机会？你要杀我？是的。
一开始就是为了杀你而来。那樊姑娘呢？真的是在路上遇到，也算是天赐良机。她那一剑，才能消除你对我的戒心。你杀我又能怎样呢？你死，徐子王旗就不会有明天。就为了这？就为了这，读圣贤书，为天下人。林某愿为国杀贼。那你就不怕那位也是一个高手？赌一把。你赌赢了，那丫头是个废物，杀了我你也活不了。为国而死，何惧之有？樊姑娘也会死，你带的这一行人全都会死。成大事者，何惧牺牲？你牺牲他们，他们知道吗？去地府，我会向他们赔罪的。我知道你不会武功，但是林某从小学习剑术。徐凤年，刚才那一笑，应该是你今生最后一次笑我了。我笑，是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3次刺杀之局的目的是什么，还有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你胡说些什么？杀你并无人指使。做棋子的哪会知道棋手是谁啊？徐凤年，很遗憾，林某水性很好。你就死在水底下吧，我刚想还来不及，才不会去救你。
多谢你下来救我啊！谁救你了？我是想看看你怎么死。那我让你失望了吧？哦，那湖底下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叫它湖底老龟。是人还是妖怪？应该是个人吧？胡说，人怎么可能在水底下活着？首先呢，它内力很高，你也知道，内力高的人呼吸间隔都长。那也得呼吸啊。湖里有鱼啊。它又不是鱼。它靠啃食生鱼，然后把鱼鳔从鱼肚中取出来。鱼鳔里面其实就有空气，它就靠此为生。那才多少？内力高，需求少，每天多杀几条，就这么熬过来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它的？我小时候掉进这个湖里，还是他救的我。后来我就经常拿些热食，丢进湖里喂它，一来二去，也算熟了。所以你停船的位置是早就想好的？是啊。你也是故意给林探花机会杀你？没错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信过他，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在试探。我干嘛要信他？所以你也是在试探我，试探我是不是在危急关头会跟他联手。我可没这个意思啊。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？我徐凤年以娘亲的名义发誓，我绝没有试探江宁的意思。没有最好。不过我也没想到你能跳下水救我。我都说了我没有救你。你干嘛？衣服都湿透了，不难受吗？你别脱啦。那你把里边的留着。放心，我没那么无耻。已经很无耻。你呢？你不难受？我不难受，我好着呢。你胳膊都透了。哎，再看挖你眼睛。走吧。你自己走，我一会儿回去。你衣服都湿透了，一会儿被别人瞧见多不好啊。你走前面。后背好看吗？很丑。那你还看？我没看。我跳下水，你不去帮我找护卫，你给我拿衣服。啊。你怎么觉得我看不透你啊，老黄？有什么看不透的？别聊了，行吗？再多聊一句，你猜我找着什么了？啊？哎，徐凤年，少爷，哎，我没让你走。哎，不是，少爷，你怎么又下去了？你找着什么了？大鱼呀！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这也可以不要了。老黄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它，它对你很重要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哪天这东西你要是真不想要了，你得正式告诉我一声。这木头好，把它砍了，还能烤只鸭子呢。既然天意让你把它找回来，别烤鸭了，我舍不得。那你别再扔了。
哎，躺着那个交给你了。好嘞，交给我了，少爷。醒了。壶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家壶底，跟你没关系。杀了我吧！你别想太多啊。我呢，就是过来告诉你一下，你这次刺杀的后果。后果，我失手，自会有意识前赴后继而来。探花郎啊，林家完了。刺杀你是我一人之事，和林家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林家嫡子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我死了不就完了？你别想着自尽啊！你死不死，结果都一样。不就是刺杀世子，顶多就是个砍头，怎么着也不可能株连家族的。那要是加上谋逆呢？什么谋逆？你们林家和亡国逆贼暗中勾结，不是为了谋逆，还能为什么？哪儿来的什么亡国逆贼？你这就是想构陷林家。你一面之词，谁会信你？所以说呀，做人做事儿还是要小心一些，谨慎一些，免得做了灭门的棋子，自己还浑然不知。胡言乱语，就是想乱我分寸。信不信随你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走了。等等，房姑娘呢？关在女囚啊，难不成跟你关一块儿啊？这事儿是我利用了她，和她一点关系没有。晚了，她已经被你牵连了。徐凤年，徐凤年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大义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是偏激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算了，不重要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为了吓我。徐凤年，徐凤年，徐凤年。
你怎么还在1楼啊？看书啊。但这1楼都是入门武学，你早就用不上了。要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要从根本处博览众长。那你加油，我找人去了。你魏爷爷在后面睡觉呢。我不找他，我上去见我师傅。你不是说刺杀布局未解开前，没脸见他吗？解开了。你知道是谁要刺杀你了？我知道是谁在背后谋划这一切，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我。3次刺杀虽然都发生在灵州，但他想要的结果在千里之外。回头我跟你细说。不必说了，与武学无关的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哦，走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刺杀之局，你解开了？是。是何人谋划？青州，靖安王赵恒。说详细点儿。第1轮刺杀，楚国残兵集结，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靖安王背后推动。第2轮刺杀，于右威是楚国剑士之女，把亡国复仇的戏份做足。许消灭楚，我不杀你杀谁？于右威就是被赵恒养在手里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林探花是第3轮刺杀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轮。他要杀我，是真的相信北凉误国，但这一切也少不了靖安王赵恒的暗中推动。证据呢？不会有证据，甚至林探花自己也不会知道。他想要杀我，是受了靖安王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杀你并无人指使。林探花一出手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林家与楚国老兵联手，这性质变成了谋逆。所以，林家完了。那靖安王赵恒推动这一切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青州是防范我北凉的重镇，靖安王赵恒坐镇青州，掌控水师，也算是掐住了北凉的咽喉。但靖安王毕竟争过皇位，京城对他不放心，所以青州财权一直是河东林家所掌控。3轮刺杀之后，林家陷入谋逆漩涡，无力回天。从此之后，林家败亡，青州大权只剩靖安王一人独掌，再也无人与其抗衡。他布置这一切，不是为了杀我，而是为了彻底控制青州。连环杀招，真正布局却在盘外。千里因果，无迹可寻。靖安王赵恒，好可怕的棋手。如果你真的被杀了呢？我若身死，北凉必乱，对青州有益无害。靖安王这盘棋下的是有胜无败啊！这局棋，你还没有真正看透。
你是谁？我乃窃国之贼。你看，我都站在你面前了，你都不认得我。徐骁啊！哎，其实你这个人啊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欣赏的。想劝降我，徐骁老二，想让我林某屈身示贼，只能是在你的梦里。你如此的大义凛然，我都不好意思欺瞒你下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进来吧。林哥哥，樊姑娘，徐骁，此事与他无关。林哥哥，他们把你放了。是我骗了你，你打我、骂我，都是理所应当，不怨。大家都是做戏，我演的好不好？姓林的，你以为我和你真是偶遇吗？你在离开林家的时候，我已经让他在路上等着你了。为什么？这一马刺杀进入了第3轮，啊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推你一把。那第二就是我那个儿子非要搞清楚这青鸟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所以说，他这剑一定要刺出去。你说我这当爹的容易吗？啊，儿子想要什么，我必须得想方设法的让他得到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，有我作证，你们林家和楚国余孽联手的事，那就算坐实了，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徐骁，小你个狗贼！哎，局役不完，给你个交代，也算是对你心中这份大义的敬重，啊。朱修。上主公，传信给王林泉，就说林家已经彻底完了，一定要让他一步步的毁掉林家的命脉。赵恒不是一直想灭了林家，独霸青州吗？好，我们帮他一把。可晋安王并不知道，虽然林家倒了。可帮他接管新州财权的心腹，其实是早就藏在他身边的北凉门生。这局棋下的愉快，去吧。这整件事啊，我还真要谢谢你啊！你叫林是，算了，不重要了。您是说这局棋，徐骁早有应对？不仅如此，难道还有更深一层？你要时刻记住，你要看的不仅仅是棋局，
还要看棋手藏于心底的谋划。王府最深处那层地牢，你应该知道。我知道，下去看看，或许就能明白。最深一层需要徐骁的手令，我下不去。有这个就行。您到底让我下去看什么？还能看什么呀？当然是人。你认识的人。手令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世子莫非忘了，是您下的令？来人，把这悖逆之徒给我押入大牢。可是我已经把你放了呀。世子怕是记错了吧？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，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。你认识林探花吗？谁？你不认识。林家刺杀跟你没关系。于有为刺杀是你策划的。世子想要杀我，尽管动手便是，何必栽赃嫁祸？于有为也和你没关系。难道是灵州城外？不对，楚人刺杀那次还是多亏你主动赶到。这3次刺杀都跟你没关系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还是在地牢的最后一层？你也在。再挖深一点，啊？也好。你先下去。找爹有事儿？宁峨眉为何还关在地牢里？我不方便知道。其实早晚你也会知道，啊，不跟你说呢，只是不想让你为难。大事。你知道咱们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哪？北莽？那算不上。京城。皇室宗亲确实对我们北凉有所忌惮，但不管怎样，那也算是个外地。你的意思是，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内部？没错。北凉铁骑天下无双，要想毁掉北凉的根基，只能从内部着手。宁峨眉跟外敌联手？没有。他要举反旗？他忠心耿耿。那你为什么关他呀？他这是你弟弟呀。你说什么？
来吧。黄蛮儿天生神力，军中支持他的人可不少，那不是好事吗？甚至有人支持他接手兵权，执掌北凉。宁峨眉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你要亲手杀了他，稳定军心。就为了这个就要杀他？不是他们让你弟弟要接替你的位子，就交给他有什么不好？我也没想要啊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弟弟吗？你刚自己不是说了吗？黄蛮儿天生神力，但他的心智如同孩子一般。皇室觊觎，外敌不绝，你让你弟弟怎么接受这一局面啊？哎，支持他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吗？他们为什么要选黄蛮儿？就是因为他心性天真，容易被掌控。如果你弟弟接手了北凉，他一定会成为那些野心家的棋子，到那一日，咱们徐家便万劫不复。宁峨眉不像是如此心机之人。他当然没有想过要控制你弟弟，他只不过是对黄蛮儿佩服而已。像他这样的军中之人，就是被那些人推到明面上的棋子。那背后真正想借此机会掌控北凉的人到底是谁？还在查，不急。你先把宁峨眉给杀了，也算是给他们敲一个警钟。杀宁峨眉总需要一个罪名，刺杀北凉世子啊！空口白话，无凭无据，谁会信？如此杀宁峨眉，只会军心大乱。谁说无凭无据了？你还记得第一轮刺杀，是有人把你的画像送到贼人的手里吗？画像的事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勾结外敌，其罪当诛。那画像真的是宁峨眉送出去的吗？是不是他，有那么重要吗？画像到底是谁给主人的？画像是你给他们的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挑了一副最像的啊！靖安王策划刺杀是为了青州财权，而你将计就计是为了铲除异己。宁峨眉军中也有人吗？只要坐实了他通敌的罪状，才可杀人。哪怕他是无辜的。北凉不能乱，只有杀了他，才能平定军心。北凉不能乱，这话说的跟陈之豹一样，这事儿他也知道吧？你才是世子，我们做这一切，全都是为了你。我不会杀宁峨眉。丰年，你姓徐，守护北凉是你生下来肩上就要挑的责任。为了北凉滥杀无辜也无所谓了。我不会杀宁峨眉。好，不杀也可以。哎呀，还有第二个选择。如果黄蛮儿不在了，这争权之说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那什么叫不在了？让黄蛮儿离开北凉。够了，要么杀了宁峨眉，惩戒军中野心，要么送走黄蛮儿，釜底抽薪，你总得选一样。
我一样都不选。北凉占据3州之地，统领35万铁骑，要守住这么大的基业，你手上怎么可能不沾点血？黄蛮儿，基业我根本就没想要。那北凉今后怎么办？不都说陈之豹才是小人徒吗？众望所归啊！我说的很清楚了，黄蛮儿不许走，宁峨眉不能杀。就这样吧。干嘛？我是来告别的。告别？我会武，却一直瞒着世子。是我行事鬼祟。从今往后，不敢再留在世子身边了。徐骁让你保护我。青鸟欺瞒世子，罪不容恕。他在我身边，到底藏了多少人？留了4名死士。甲乙丙丁，我是丙。其余3人是谁？我们各自独立行事，不知其余3人是谁。这是要我慢慢猜喽。不过王爷说过，乙和丁已经为世子战死了。已经死了2个。可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还有一个甲，难道是红薯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这就算惩罚了。院里那么多事儿，别老想着跑，进屋干活。等等，你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的身份就不再是死士，只是丫鬟，明白了吗？手感不错，去吧。世子对你不错嘛，我还以为你铁定被赶走了呢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是死士了，我是世子院里的丫鬟，青鸟。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世子身边？你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猜呀。没事儿，就是闲来无事，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哦，青鸟这个丫头，其实是我爹安排在我身边的死士。他跟我说，
我身边一共有4个死士，已经死了2个，还剩最后1个，藏在我身边。哦，你会不会武功？会吧？那你就是藏在我身边这最后1个死士。我不是。我，驾，我确实不行。你会武功？会点。那你武功有多高？差不多这么高。那你每次马匪追我，你跑得比我还快。我武功这么高，我不能轻易出手的，这很容易出人命的。吹吧你就！我就不应该猜你是死士。哪家高手像你这种风范的？偷一只鸡，惹得半村人出来追你。哎呀！老黄啊，徐骁让我做个选择，要么杀了宁峨眉，要么把黄满儿送出北凉。少爷，军中有人支持黄满儿接掌北凉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连我都想不到，徐骁要把黄满儿送到哪儿去。我大概能够猜到要把小王爷送到哪儿去。你知道？送到哪儿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少爷您是不是不愿意小王爷离开？我当然不愿意了。可是我不愿意有什么用呢？大姐、二姐走的时候，我也不愿意。最后还不是都走了。我就是个名不副实的世子。少爷，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经过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有这心就够了。少爷知道胡地老亏吧？我当然知道。前一阵子林探花刺杀，我求他出手来着。那少爷有没有想过把老魏给放出来呀？小时候就试过了，他那链子斩不断。那少爷您这是缺一把好刀啊！有事儿？魏爷爷呢？啊，睡着了，睡着了好。其实我找你，你上次说你有一把刀特别锋利，好像就是这把，是叫春雷对吧？
有话直接说。你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就一会儿，马上还你。借刀做什么？外边那湖底下锁着一个不知道多少年月的老魁，我想借你的刀把他给放。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？我救了他，没准他能帮我。谁说的？老黄啊！老黄，湖底老魁的事儿，你跟他说说。哦。这湖底人被4条运心铁锁缠住，倘若有谁能够亲手砍断铁锁，助他离开，便能收服这个湖底人。这你也信？试试嘛。你身边人还不够多吗？有些事儿，给梁王府的人未必帮我。你怎么能跟不会武的人这么扔刀呢？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？那刀行吗？挺亮的，我觉得行。不亮的是木刀。要不你还我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下去了。放出来不会出事吧？少爷放心，老黄在。腰断了，腰断了！哎呀，哎，我刀呢？蝴蝶老魁拿着呢，我看他的意思，他想自己砍开。
这事算成了吗？这不成。给我回去！厉害，老黄，厉害吧？李一山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哼！别动手！滚开！哎，小家伙，别找死！是说我救的你啊！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我，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一山在哪？李一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都不知道找谁报去。李一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傅。
老胡，你说你出的馊主意，你不是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上！剑九皇，原来你也还在。好，爷爷我就破取九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一，龙蛇。剑二，并蒂莲。皇，少爷等等，还没完呢。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三，三金。没吃饱，不打了。老黄，你。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？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支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50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纯刚之外，只有2个，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拿走拿走。
吃了10几年的呀。不打了。哦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嗯。要不你过来吃点？我看书去。哦。说吧，干嘛放我出来？少爷救了你，是不是该报恩啊？放屁！这小子放了我，最多我发善心不杀他，报个什么恩？不报恩，再把你打回虎地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吃完了告诉我。少爷，你肉你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。想好了没？怎么个报恩法？留在府里，保护少爷。有你在，要我做什么？我很快就走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替我守住少爷。你要走？回头细算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多久回来？最多2个月。好，2个月之后你不回来，老子要走人。行。红薯替世子把鞋脱了，自己的院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自个儿能脱。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啊？青鸟，有了老黄和胡迪老奎，你就更不用做死事了。以后给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丫鬟。世子对青鸟可真好。你也一样。遇到危险给我躲得远远的。我院里的，一个也不许死在我前头。弄什么？老黄，酒。黄大侠，给大侠上酒。哎，老黄，你下午说的那个，少爷。咱们那次吃鸡是顺了2只蛋还是3只蛋来着？3只，就说是3只。哎，老黄，你今天下午说你要走，去哪儿？我得去一趟龙虎山，黎阳王朝第1大教派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有些个故人要去会一会。会完了，我得去一趟武帝城。东海武帝城？你去那儿又是做什么？有一场架，打了一半，我得去打完了。自打我记事，你就在府里。你这架什么时候打的？快30年喽。那会儿还没我呢。少爷想不想听一下老黄的故事？你说。其实也挺简单的。我最早是个铸剑的，
住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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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突然有一天，悟了剑道，成为了一名剑客。这也能行？运气好啊！你接着说。然后就游历江湖，收集天下名剑，入我剑匣。就这剑匣子，全是名剑。天下10大名剑，里面原先有6把。原先？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仙芝，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。输了。输就输嘛，哪有人长胜不输的？不行，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。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怕死，怕败。后来我就逃了。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梦见我被王仙芝打败了，丢了性命。少爷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？北凉离东海很远的。我就像老鼠一样一直躲，不敢去面对武帝城，不敢去面对王仙芝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3年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跟这3年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您不会武功，这3年你没躲过，没退过，没怕过。怎么说呢？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失败啊，死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30年的武帝城，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仙芝。这场架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没你烤的好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哎，那你不是要去武帝城吗？之前还去龙虎山干什么？做买卖。跟龙虎山的人做买卖。龙虎山里边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就是那个，反正这场架也要打，不如顺便跟龙虎山要点东西。那当然了，雁过必须拔毛啊！你要什么东西？保密，少爷以后会知道的。老家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一早。这么急？哎呀，这欠了30年的假，早点打完，早点了心事。老黄，你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？老狗，老狗，
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田里寻苦，老狗老狗，天下这首歌原来唱的是你自己的，可不是吗？我呀，号称剑九皇，其实第九剑根本就没弄出来，直到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剑九。那不是挺好？少爷，剑九的名字，您给起一个呗。咱们这3年能走了多少路？来来回回的，怕是有6000里。那就叫6000里。不喜欢，将来再换。就这个名字，剑九6000里。少爷，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学，就是不学。真不学，回头遇到什么难事儿，我这有4个字还是挺管用的啊。这个我也知道。风紧，扯呼。我想送你一个东。这盐好吃。你有啥想跟少爷说的？你说。他说：“少爷，留步吧。”走吧，我送你们出城。少爷，留步。
下第二。那第一谁啊？他自称第二，天下也就没了第一。哇，那你能赢吗？管他的，这输也好，赢也罢，这欠了30年的架，这总得打完。打完你就赶紧滚回来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他逃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命运。这样的老黄，谁都没资格拦着。哥，慢点儿，汗都跑出来了。老黄走了。啊。他手上给他拿了包子，还想让他带上呢。会回来的。怎么我家黄马儿也学会叹气了？要是老黄不走该多好。所有人都留下来，都不要离开。对，都不离开。说也奇怪，你说这个北莽南宫也是名门世家，我派了密探，打探了这么多时日，也没有把南宫土业的根底给挖出来。你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。
就这位，有多大功底？从一品，给他10年，可拜尽众生。哦，哈哈，这么说，咱们家凤年捡了一大宝贝。啊，我下了。宗师风范。宗师该是什么风范？好看。今日不该是你的籍贯之礼吗？怎么跑来看刀？徐骁想让我师傅观礼。会下了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儿是他给自己搭的囚笼。天下乱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何必再纠缠往事啊？你还记得当年天下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你就不能放下吗？怎么放啊？沾满了血的手，洗不干净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早就应该啊自刎而亡了。不一样。我当年是为了不再乱世，拾起了刀。现在呀，黎阳一统，我的事已经做完了，而你的事却没做完。北凉上空，这徐自齐还不能落下，所以你不能停步，还得接着走下去。你比我辛苦啊！你就自己躲清闲吧，把他们最难的路留给我走了。我还帮你教儿子呢。就你啊，教的确实不错啊。下去吧，凤年，籍贯之礼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哎，李义山是你师傅，难怪你不肯学武。以心治理，好过冲阵杀敌。只是这样的人最多做幕僚，却难以令三军归心。若是我接掌北凉，怕是难以服众。你是想这么说吧？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不肯学武？一个文武双全的狮子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所以全天下人只知道你好色、荒唐。废物，命长。你该走了。今日是我籍贯之礼，要不要一块看看？我怕吵闹。行吧，走了。师傅还是不肯下来。哎呀爸，就他那身子骨，哼，
这么冷的天，他肯定吃不消的。王爷，龙虎山密报。老黄已经离开了龙虎山，正在前往武帝城的路上。早点打完，早点回来。东海王先知，岂是凡人可敌的呀？今天是你的籍贯之礼，不说这个，走。等等，宗庙是在这边。我知道。籍贯之礼应该去宗庙才对。我给他改了。按照古制，要祭天地、祭先祖，都不用祭。不祭天地、不祭先祖，那去哪儿行籍贯之礼？去见你娘，也好让她亲眼看到你籍贯成人。你娘生前呀，最喜欢的就是这2尊尸像。那边是你的2个姐姐和黄满儿，只有你在这一侧。你娘对你的宠溺偏爱，从未有过止境。都说我徐骁是一个疯癫残暴、不识礼数的粗鄙之人。我认了。今天你的籍贯之礼不祭天地，只拜你娘。黄满儿呢？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弟弟啊，每次给你娘上坟，他哭的都是撼天动地的。还是把你的籍贯礼完成了再说。啊，走。诸子籍贯便已成人，你也可以感到欣慰了。跪下。取冠一服。
令月吉日，史家元福，弃而幼志，顺而成德，受考为奇，戒而景福。京城上下都盯着你这一关呐。此冠视为古制，今日之后不可再戴。这一冠后，可入仕，可治人。除冠一服。乃身而服，敬而威仪，殊甚而得，眉寿万年，永寿无福。提别乃是诸侯大夫之冠，又带兵士田猎之权。这一冠后，便可入主军营，执掌兵权。北凉35万铁骑都等着这一冠。除冠一服。正以月之令，贤家而服，兄弟俱在，已成厥德。狂狗无疆，受天之庆。这第3冠本该是绝变，受宗庙祭祀之权。我想了想，把它给换了。此冠不合礼制，亦无典故，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。天上地下，没有人会在乎他，除了你娘，因为这是她亲自为你缝制的。你母亲缝制它的时候，就盼着能够看到你戴上此冠。现在，她终于瞧见了。入仕封侯，执掌千军，固然很好，可再好，也比不过他。是啊，什么都好不过他。来。
凤年长大了。他们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在看什么呢？天下这么大，啊，站得这么高，还是看不全呢。或许本来就看不全，或许站得还不够高。还嫌爬得不够高啊？站得高点儿，看得也清楚。山底下风景也不错。丰年，按古里说，行过籍贯之礼，你就算是长大了。又想劝我接受北凉？不急啊，这事儿你可以慢慢的、仔细的去想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在今天之前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是，年轻真好，啊，但就是这个眼光行事不够周全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就好比是一把大伞。啊，把那些风霜雪雨替你挡得远远的，所以啊，你做不了的决定，当爹的替你做。什么决定？黄毛去哪儿了？已经出城了。别急，他会回来的。你不想杀宁峨眉，又想让你弟弟留在北凉，啊，我只能替你找出这第三条路。不杀人，啊，你弟弟可以留在王府，而且北凉还不能生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军中大营那些将校武官为什么亲近你弟弟？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如果他没了这副根骨呢？怎么就没了？我要重塑他的筋骨，让他变成一个凡人。这样，你可以不用杀人，你弟弟就可以永远留在王府啊！那些人也不会利用他来扰乱我们的北凉。怎么重塑？天下门派众多，武功繁杂。但有一个门派的武功特性，能让你弟弟洗精换骨。哪一家？武当。这。徐骁，你答应过我娘要保护好他。我答应你娘，是保护好你们。你想两全其美，我只能这么选。权力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我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，那是给他一生的安稳。嗨！要想让黄满儿留在北凉，只此一路。
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？你说说看。再做我一次护卫，陪我去武当。杀气腾腾，要闯山？不是，救我弟弟。北凉王府35万铁骑，为什么叫我做护卫？王府内外皆是徐骁麾下呀。所以你爹没同意你去。我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我要是帮你，你爹怕是要把我赶出廷朝廷。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廷朝廷吗？你要做天下第一高手。为什么要做高手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完成自己用血写下的誓言，为逝去的人讨回公道。这是我活着唯一的目标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。虽然我没有帮你，但府上有一个人，不在你爹的麾下。水里出来那个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多谢。等等，秀东借你防身，回来还我。我不会武功，怕辜负了这刀。就当是朋友，尽的心意。哎呀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吃了嘞。什么事？陪我出城。出城干嘛？我去。你答应过老黄给我做护卫的，江湖人说话不算话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武当。这么远？啊，不去不去不去。哎，言而无信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都是朋友。徐骁，你看看，一匹也没有。你爹把马都收走了。先出去，街上有骡马市，大不了现买。你爹突然传令，所有战马运到兵营，我就猜到你要闹事，劫了2匹马下来，要借吗？2贯钱。我可说清楚啊，以你爹的手段，灵州城内你保证1匹马都买不到。谢谢啊。说了要钱的。我知道，2贯钱回来给你。我可不是要帮你啊。你离开北凉最好，见不到你我才轻松。前辈，你出城是和你爹对着干？没错，要追上我弟弟，
搞不好还要动手抢人。前辈怕了？这才有点意思。来看看你缺点什么。我听人说你给徐凤年送马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徐骁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徐凤年出城啊！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怎么？你们两个势不两立。这家伙太贼了，每次都杀不着。你居然还没事？怎么没事儿？动刀不中就得罚钱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抢我钱，从小就欺负我。这可算不上理由。大概是为了让他事先习惯起来吧。习惯什么？习惯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。这话里有话。面对命运，每个人都是孤身一人。把城门打开！凤子营受命封城，若无军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王爷的命令里说了，尤其是世子，不可出城。要不要杀出去？他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应该付出性命。换个城门看看。徐骁不会留这样的漏洞。那就找熟人走人情。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徐骁要让楚如山送黄马去武当了。你爹把什么都算死了，一点机会也没给你留。怎么了？放弃了？这营号听着耳熟。想起来了，走。动！世子又来了。灵州城外，我是第一次见你。是，当时在下奉命接世子回城。当时你报了名号，凤子营是你麾下。没错。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帮我开城门。城门怎么了？你家凤子营现在正在封城。为何要封城？徐骁的命令。既是军令，自当遵从。我不去。他要毁我弟弟根骨。小王爷，能不能救他，现在就看你了。徐凤年是用手令入的地牢。那令牌是他师父给的。宁峨眉定会下令开城门。他是凤子营主将，他的话对凤子营就是军令。宁峨眉最佩服的就是黄蛮儿，他一定想去救他。
你还追得上？追得上。哦，追上以后帮我传个话。世子请回，明日之前，城门不会再开。宁将军回来了，传我军令，开门。备马。遵令。上。上。走。停！世子，黄毛呢？留在武当山了。你把他一个人留下了？知不知道徐骁让他去武当干什么？义父没说啊。他要毁了黄毛儿根骨。你也不用那么着急，能改人根骨，也只有武当新法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很多年都没人能做到了。怎么了？世子不知江湖事，武当没落，全凭掌门王重楼独当一面。此人精才绝艳，现已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又有人练成大王庭了。走，追去武当。陈之豹，世子先走，我挡住他，逃不掉了。有话带给你，请说。义父让我传话给你。凤年，你已经成人，是该学会做抉择了。黄蛮儿之事本就两难，既然你已追去，就由你来决定结果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武当。你若想保徐龙将一身神力，就要回到最初抉择，要么让他离开北凉不再回来，要么就学会杀人。杀人？杀谁啊？武当你可以去，北凉军必须回灵州。宁峨眉、楚禄山，跟我回去。管到我头上了。他说的对。世子，北凉军已是皇室心头大患，长时间不在驻地，天知道会引来怎样的猜忌。你们得回去。是。还请世子念在手足之情，护住小王爷周全。一言为定。行。徐凤年，想清楚后果，再做决定。走，去武当。到了，准备怎么要人？杀上武当，直接求见王重楼。武当掌门未必见。